讲俗语说俗语，俗语说不尽。今日要讲的俗语是“排风金替人看风水”，意思是自身难保，阁想要保他人。相信地理风水的人，连这个金刀饔藏的地点，甲伊的方位拢真注重，拢会真慎重去找甲去拣。若是讲本身亲人这金刀饔拢还未找到好的位，阁想要替别人去看风水，也就是讲伊本身已经是泥菩萨过江。其实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嘛毋是歹代志。伫咱台湾有真侪真有爱心的人，伊本身的收入就真有限，伊毋过伊愿真热心去帮助别人。像这位美国《富比士》杂志评选为亚洲兴盛英雄的这个赵文静，伊做资源回收做30几年来，帮助善食家庭，伊捐的钱超过400万，被称之为男版的陈树菊。今日所讲的俗语是“排风金替人看风水”。